保時捷有幾多種機油型號？呢啲機油又分別用喺咩車型？機油保養係咪淨係放油入油咁簡單？其實保時捷嘅機油保養並唔係咁簡單，有幾個重要嘅步驟，經常都會因為車主唔了解而忽略。今日我哋根據保時捷原廠流程，同大家講解專業嘅保時捷機油保養工序。首先，保時捷機油原廠指定都係用美孚，然後機油嘅使用區分咗兩大類。國5、歐5之前都係用 A40， 國6、歐6之後都係用 C20、C30、C40。咁我哋自己嘅車要用咩機油型號要點睇呢？我哋打開發動機艙嘅時候，裏面會有標籤寫明指定機油型號。比如呢台歐5嘅卡宴用嘅係 A40 機油，機油濾芯要使用原廠配件，節氣門要做清洗匹配。雖然我哋保養價格好抵，但係我哋做嘅細節非常多，用嘅配件都係同原廠 4S 店一樣。做保養換機油、機油濾芯只係最基本嘅操作，重要嘅係要按照原廠標準工藝同埋流程，使用專用工具，有良好嘅衛生標準，做好保養檢查。比如要檢查車輛油液係咪足夠，有冇變質，車輛有冇存在漏油漏水嘅情況，底盤減震擺臂，機腳膠有冇老化，剎車盤、剎車片、胎紋深度、胎壓等係咪喺標準範圍內？輪胎扭力有冇達到標準值等等。加完機油要用保時捷專檢電腦讀取機油液位，做保養 reset， 時間同里程數都要做好 reset。然後清洗發動機艙，終檢試車。做埋晒呢啲工作之後，就可以洗車交車啦。